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上一部影片中，我们提到，在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归尽颂中，用7个大纲进行讲解。这部影片将接续从第3个大纲开始讲解。我们看到第3个大纲，孙霸登金他大给美波讲样啦，缺巴的绝吧。第3，礼赞所有持教者之鼻祖慈氏与文殊2位菩萨。先解释第3个大纲的藏文字面单字意思。登金是持教，登是指登巴，意思是教法；金是紧把，意思是掌握、执持；他大是所有、一切；美波是鼻祖；讲是慈氏菩萨；讲样是文殊菩萨，缺巴的绝吧是礼敬。关于第3个大纲，我们来看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藏文原文。天界丁塔信度爸爸嘎，至卑藏底难测度，抢处绝北拉千切气右，菩提行浪极永样，累谢领千得咕奖杯样。善说宝藏妙音尊，解插假错切啦愚恰切，极少甚海我敬礼。在这个寄颂当中提到了3个譬喻。丁塔信度爸爸，第一，如同大海深不见底；拉千切气右，第二，滔天骇浪极为凶猛；领千得咕，第三，宝藏生源等3个譬喻。第一个譬喻是衬托出弥勒、文殊2位菩萨尚为洞察甚深见的功德，所以用深不见底、丁塔做譬喻；而他们具足宽广利他的大悲心，所以用无边、信度爸爸做譬喻。第二个譬喻是说明弥勒、文殊2位菩萨的菩萨行，从总体的角度来说是6度罄竹，从个别的角度则说明了2位菩萨实行佛陀的12事业、嘴巴鸠尼等荷丹佛业的功德，所以具足了海浪般涌漾滔天的特色。第3个譬喻是赞叹弥勒、文殊2位菩萨深广的善说累谢，可比宝藏生源。以上是礼赞具足这3种特色的文殊菩萨和少圣慈氏护主。总之，这一季当中敬礼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这2位菩萨的悲心和智慧，就如同大海的深度一样深不可测。2位菩萨在娑婆世界里，为了救度一切众生而行6度万行，就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不停地涌来。同样的，也是比喻他们实行6度万行，是在3界轮回里面夜以继日，永不停歇。他们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讲说的教法，就好像是善说的宝藏一样。在此，我跟他们2位菩萨敬礼。在这里，为什么先礼敬释迦世尊之后，再礼敬文殊和弥勒2位菩萨呢？原因是这样的。当初释迦世尊在灵鹫山上讲授般若经的时候，在场的所化机里是以文殊和弥勒2位菩萨为主。2位菩萨亲自劝请释迦世尊宣讲般若经。释迦世尊在灵鹫山讲法的时候，亲自把七因果教授丢这明阿顿传给弥勒菩萨，把自他换教授达贤解瓦传给文殊师利菩萨。而我们修学大乘的教法，它的根本与主干就是以菩提心、抢处以 sam 为主。所以修学菩提心的传承来源，是从释迦世尊传给这2位菩萨，如此这般渐次传承下来，所以是这样的因缘。在此先礼敬释迦世尊，再礼敬文殊和弥勒2位菩萨。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个大纲，喜霸
新的世界纪录本，入驻党偷妹了，确保的绝吧。第四，礼赞开大车轨师龙树与吴卓二位阿舍离。先解释第四个大纲的藏文字面单字意思。新的世界是开大车轨，罗本是阿舍离，入驻是龙树，偷妹是吴卓，缺乏的绝吧是礼赞。关于第四个大纲，我们来看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藏文原文。第谢松让春逆新的说善开佛语二车轨，礼拜切尾给为登巴丘，故令如来最胜教。萨顺卓那尼达色贼吧，如日光显遍三地。入住偷妹霞不拉基为驴，敬礼龙猛无着足。先针对这个寄颂里面的单词逐一解释。看到第一句，得谢是佛善事，松让是佛语，吃是方法办法，逆是数词的二，新的虽是车轨。看到第二句，雷巴的切瓦是善开，给威登巴是如来教法佛教，丘是最胜极优最上的意思。第三句，萨颂是三地，指地下、地上、天上。轴是行走、移动。尼是太阳。达是如同。塞贼吧是显扬显露。第四句，撸住是龙树，偷妹是无着，霞是足下，鸡窝是头顶顶门，驴是敬礼。这个寄颂是礼敬二大车轨新的虽见逆。此处所指的是针对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主的总体佛语，而分出其中了义和不了义的二大车轨，分别是了义之龙树菩萨和不了义之无着菩萨。龙树菩萨和无着菩萨两位分别把中观、唯识两大见解在娑婆世界开广显扬，因此龙树菩萨是中观派的开大车轨师，无着菩萨则是唯识派的开大车轨师。关于这两位菩萨，佛陀很清楚明白的在经典里面受记。佛陀在《楞伽经·朗嘎谢北斗》中曾经对龙树菩萨做受记。后丘佩代尤杜尼，南方卑达国，给弄卑颠切扎巴，有吉祥比丘，得名路邪培巴代，其名呼曰龙。约党每杯丘吉巴，能破有无边。达夷忒巴吉登度，于是弘我教。拉妹忒谦รับ谢呢，善说无上乘。รับ度嘎为萨竹得，正得欢喜地。得哇监度得着我，往生极乐国。白话文是说，有一位比丘名叫龙，住在南方卑达国这个地方，会把我的教法中有关远离有边无边的中观见开广显扬。另外，佛陀在文殊根本序讲悲扎句中，曾经对无着菩萨做受记。偷妹戒节给弄尼名无着比丘，登觉得尼敦拉 K， 善达经论理，斗得野敦长尾敦，能辨不了义。Nambar 莽波 Rab 度节集诸了义经。这段经文说明了无着菩萨清楚地分辨出与唯识派的宗义相吻合的了义与不了义经。龙树菩萨著作的主要论点是中观理据六论、乌妈里错竹，分别是乌梅扎哇中观根本会论、乌妈领千千哇宝曼论、追斗回征论、东逆顿住吧七十空性论、
喜摩南塔，细言魔论，东逆主住法，六十正理论。无着菩萨的主要论点有：温斗言，现观庄严论；忒巴千波斗得言，大乘庄严经论；忒巴千波居拉玛，大乘宝性论；却党缺逆南界，变法法性论；于他南界，辩中边论；内周觉北萨，于切师地论。无着菩萨在上述这些论点中，清楚地把唯识的见解阐释出来。当初无着菩萨在印度的时候，他非常努力，经过12年的苦行，亲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以神通把他带到兜率内院，他在兜率内院听闻了慈氏五论，就近了解弥勒菩萨的意趣以后，再回到人间，把释迦世尊唯识的见解开展出来，形成了唯识宗派的传承来源。所以在这个偈颂当中，我们称这两位菩萨为二大车鬼。这部影片先分享到这里，下一部影片会接着从第5个大纲继续往下跟大家介绍。如果对影片内容有疑问，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或私讯我，谢谢大家。